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伊当个讨论讲要来针对进口的汽车个零组件暂时免关税，要互车商会当有愈较侪时间赶紧来美国设厂生产。也毋过，川普暗算嘛要来针对药品个半导体展开调查，后一步嘛拍算要来扣关税哦，这嘛有可能会引起愈大规模的贸易战。 伫会见萨瓦多总统的时，美国总统川普又搁为加扣新关税铺路。伊讲到，按算伫无偌久了后，就会对进口药品扣关税。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our own pharmaceuticals. 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anymore. The drug companies are in Ireland and they're in lots of other places, China.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impose a tariff. 川普当期主张讲，对外依赖半导体甲药品的生产已经致使国安风险，并且声称关税措施是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进驻有帮助。伊表示，这礼拜内会宣布半导体税率，并且讲到半导体产业内有一寡企业会有春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公告，针对半导体的调查包含的范围是非常宽，唔但包含应用伫人工智慧的先进晶片。 也包含传统的晶片，含所有相关的制造设备，阁有包含一寡元件的电子产品。若是实施关税，可能冲击到每一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金的晶片甲相关产品的全球供应商。外界是警告讲，新一波的关税恐惊冲击到全球供应链。然而，伫进口汽车甲零件的关税方面，川普表示，当咧寻求暂时唔扣这方面的关税。 互汽车业者有搁较侪时间会当伫美国设厂。美国的股票伫10时是收悬，毋过川普关税政策反起反倒，为市场是带下真侪变数。北京的经济官员跳出来讲，爱大家甲眼光放互远。The dereg is really good for companies. It cuts like all this regulatory high red tape that they have to spend money on and so on. And so I don't see how the long run, a year from now, the policies that we're looking at are viewed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big positive for equity markets. 面对中美贸易战升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头一站伫越南，伫咧和越共的总书记会谈的时，习近平表示，中国甲越南爱加强战略的定力，共同反对高一平的霸凌行为，两人阁共同见证双方签署的45份双边合作的协议介绍。然而，泰国甲印尼分别互美国扣36%甲32%的对等关税。最近亚洲团去美国展开谈判，泰国可能的方案之一包含大大减少泰国对美国有460亿的美金这济贸易顺差。印尼是计划提出讲，大大增加美国进口产品甲投资方案，争取避免互美国来扣高关税。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